阿宝嘴网络刷手掠外劳，国立历史博物馆伫咧库房清点的时，无意中发觉4张毕卡索的作品。国立历史博物馆去年开始休困，开始订翻。最近清库房历史文物的时，就工作人员发觉讲方毕卡索的图，感觉真有路，哪亲像是真的共款。落尾找专家来鉴定，发觉有3张石版画和1张白版画，规张好好，拢是毕卡索画。原来这是西元1973年毕卡索过身了后，博物馆伫咧迄当时办一个展览，请伫咧澳洲的人来采讲一寡仿毕卡索的画，结果跋倒扣钱是无意中煞买到真的。简单的线，甲妈妈对囡仔的爱画甲真够格。相片内底这张图是毕卡索1963年的石版图作品《母甲子》，本来是用复制品的标准收藏伫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库房内底。不过最近整理却发现，这不是复制品，是真的。专家认为，复制的海报过程当中，这4张应该是被认定是版画的这个原作。真品互人当作复制品，伫为1973年毕卡索过身开始讲，国立历史博物馆迄当阵为着要办中西名画展览，请人伫澳洲买毕卡索的复制图甲海报。去年博物馆征收要做博物馆升级发展的计划，到今年第3期库房文物的整理的时阵，专家才发现72件作品内底有4件是真品。1963年之后才有所谓的版数，200版，然后呢有签名，有这个号码。但是这1963年之前的这一批画作是没有版数，根据这个纸质，根据这个版画的制度，学者专家们认为这个版画的原作。那这张石版图《母甲子》，佮有这2张1962年的石版图。粉照甲日头，甲一幅千连款，另外阁有一幅上早1949年的白版图和平粉照，嘛拢互认定是毕卡索原本的作品，因为版图是刻好了后才阁印出来的，一届会当印真侪张，所以伫市场顶的价钱无一定，为6万到100万拢有。不过艺术的价值无法度估价，未来博物馆卖新办网络展览，互民众欣赏到这的作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